不仅被骗钱，然后又被起诉。那我的那个是把钱汇到我账户的人。你曾经被诈骗的经验是什么？车手账户诈骗，他的手法是在网络上跟我算应征工作，然后叫我寄账户到他的指定的地址，然后就被诈骗了，赔了100多万，就要诈100多万。那时候好像寄了5本，每本里面都有钱，加起来100多万。那你这官司现在是还在进行吗？2008年就结束了，拿得回来吗？目前还没有拿回来，可是我还要赔被害人钱。为什么会裁定你要赔被害者？因为诈骗的那个车手目前还没有抓到，就是你要找骗你的人，他们要找你这样，可是那边源头已经跑掉了。对，源头找不到了。对，他会裁定你真的要赔吗？确定要赔。可是你也是被骗的。对。那要赔多少钱？就是要跟被害人谈呢，都有在上庭还在谈。这件事情对你现在的影响就是很大，是因为这样所以才去申请低收啊。